16年前，一股清新的粤剧风席卷全国。第一届粤女争锋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华丽登台。我是粤剧演员裘丹丽，我是来自福建芳华粤剧院的陈丽宇，粤剧演员杨婷娜、吴群、盛舒阳、王柔桑。第一届的粤女争锋来说是粤剧的一个盛会，可以讲是饕餮盛宴。提到粤女争锋，直到现在我还是心潮澎湃。当时还是一个青春时代，大家看到了，粤剧的舞台上有这么一波青春靓丽的一波粤剧的小姑娘，她们在这个舞台上肆意挥洒青春，用高超的专业水平和舞台表演吸引了无数观众。粤女争锋是把我们推到了一个大大的平台，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。我们现在到各地去演出的时候，大多数的观众对你的印象还是留在粤女争锋的时候。如今他们已成长为舞台上的中流砥柱。让我们回到那年盛夏，感受粤剧正青春。
大家好，我是上海越剧院红楼团的副派旦角，我叫盛舒阳。因为当时参赛的时候年龄偏小，20出头，当时来说只有亢奋，只有激动，只有好玩。我们当时并没有很多参赛的经验，并不知道参赛应该是抱以怎样的期待，期待有怎样的结果，可能我们并没有想那么多，所以当时只有开心、玩，去参与这么一个那么多江浙沪所有演员都参与的一个活动，可能当时还真是没有太感觉到紧张、害怕失败，没有。也许到了现在这个年龄，参与一些活动，我会有担忧自己发挥不好，但是当时，我现在想来，真是没有太多的紧张，我就觉得好玩，即便是失败也没有关系，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。我觉得每一个环节我都很深刻，因为我都是倾尽全力去投入的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有那么多环节是新颖的，第一次参与的，所以每一个环节我都印象深刻。我觉得在那个年龄，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。我觉得我们的潜力真的是迸发到极限，我很怀念那个年龄带给我们的惊喜。
八层。姐妹们笑骂我大官苦死，曾经的宝儿的大妈，死去里。我踏过他茫茫他的无边我此时归哭泣声，恨天天不语。你的无声，是这般天地不容，人生同情，交归今日里开业无尽无门。难道我只有回到那花篮下不成吗？我真怪心我真关心，玉醉胡坑，坠落风尘，早晨见他背身欺凌，躬身取笑，深深受礼。早晨见他背身欺凌，躬身取笑，深深受礼。从中一门埋笑声黑人你曾经如此苦深怨，我这里偏将一死。对，我就是死，也要跟那王魁。当你曾见佛彩对真，佛彩对真，佛彩对真啊！
争锋是把我们推到了一个大大的平台，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。就从我们行业的就好像出道了一样，那个就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了。如果没有那次粤女争锋，我想就是我在观众群当中这种广识度没有这么广。我们那个时候的业务的能力啊，各方面大家真的是差得很近很近，所以竞争力特别的强。绍兴的张琳啊、李孝文啊，我们几个就结下了很好的友谊。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大家分开了，各自在各自的院团里，但是我们相互之间哪怕是不怎么联系，就特别的亲，因为我们是同一辈人，而且我们是同一个大平台好像出道的这种感觉，就是这种，特别微妙，就是10几年了啊，就是一直记得对方，就这份友谊是一直友谊长存的，我觉得特别好。一个是这个，还有从业务上来讲，在短时间之内让你很大的一块提升。不是光技巧，光自己的艺术，你还得像赛马一样，自己得考虑你这一轮是什么戏，就是这样子来给自己的专业上一个规划。然后通过粤女争锋之后，你的我自己的感觉啊，我就思维就会，就是想自己的业务会啊，到这个阶段我要达到什么水平，到那个阶段就是因为是粤女争锋。有逼着你这个一轮自我的规划之后，你的思维就习惯性的这样规划自己的专业，我觉得有点这个影响。母神们，请我专家教子孙，思想理念平等，无为人一生独端正。时时苦于得归程，长征速在民法里。从一生上天。16年前，一股清新的粤剧风席卷全国。第1届粤女争锋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华丽登台。我
我是越剧演员裘丹丽，我是来自福建芳华越剧院的陈丽宇，越剧演员杨婷娜、吴群、盛舒阳、王柔桑。第一届的粤女争锋来说是越剧的一个盛会，可以讲是饕餮盛宴。提到粤女争锋，直到现在我还是心潮澎湃。当时还是一个青春时代，大家看到了，哎，越剧的舞台上有这么一波青春靓丽的一波越剧的小姑娘。她们在这个舞台上肆意挥洒青春，用高超的专业水平和舞台表演吸引了无数观众。粤女争锋是把我们推到了一个大大的平台，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。我们现在到各地去演出的时候，大多数的观众对你的印象还是留在粤女争锋的时候。如今，他们已成长为舞台上的中流砥柱。让我们回到那年盛夏，感受粤剧正青春。观众朋友们，好久不见！提到粤女争锋，直到现在我还是心潮澎湃，思绪瞬间回到了16年前那个夏天。那时的我们青春年少，充满活力。对于粤剧新秀来讲，能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来展示自我，真的是非常难得，也格外珍惜。在我身后有一个充满爱和力量的团体，在默默付出，默默地鼓励着我。大家群雄逐鹿，争相风采，走向舞台又像姐妹一样相互帮衬。那时的主场比赛是在上海举行，我们很多选手都是来自各个城市、各个地区，人生地不熟，难免会有一些突发状况，大家都是相互帮忙来解决困难。
时光荏苒，我们都在成长。距离2006年已经过去16年了，但我始终觉得会有不足，也会有遗憾，但又有何妨？这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。我现在已经离开舞台，在文联工作，但艺术是相通的。不管我在哪个岗位，我还是会继续发挥余热。感恩每一份耕耘，感恩每一次相遇，青春的烙印，美好的时光，那些热泪盈眶、积极向上的瞬间，必将会永远永远留在我的回忆里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福建芳华越剧院的陈丽宇。回想2006年首届粤女争锋全国越剧青年演员挑战赛，那个时候啊，我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、稚嫩的一个小演员。我觉得我收获特别大的一点，就是在粤女争锋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我要非常感谢我的恩师尹晓芳先生。每天我很早就去老师家，然后呢，老师陪着我训练，等到结束的时候都到每晚11点、12点这样子。还有在生活上对我非常的关心，如慈母，
就像毛维涛老师说的，尹小芳先生3楼的这个小天地里，是我们学习影派艺术的天堂。我真的非常的怀念当时的美好时光，我也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。其实我以前在福建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并不知道我。后来通过这个粤女争锋比赛了以后，大伙儿都说：“哎，原来福建芳华还有一个陈丽宇。”所以我觉得非常感谢这个平台，同时呢，也非常感谢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专家老师们，他们给了我很多的信心，同时呢，也提出了我的不足，既有鼓励，又有鞭策。我非常珍惜像这样的平台，同时呢，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青年演员在这样的平台上面崭露头角。母亲开门，母亲开门来，关门3年，隔层女儿，今日光临，你不要讲错了，母亲，母亲。只要随我一生，不惧委屈。原来母亲，我的孩是娘母亲死不得，母亲死不得，母亲死不得，母亲。不见我什么是苦，让我
心寂寞到苍穹浪地，一片片字字情字墨痕。寂寞你盼复不归，怨恨苍生母子，情曾埋葬在房门。孩儿我修断婴儿抛血滴，心血儿刚到人间去丧命。娘母负冤杀老年，孩儿放得张成生，寂寞你要笑就喜花彩影，年生母与你同病，也同命。从今儿寂寞养母，生生母，孩儿自当尽孝心。倘杀寂寞不宽容，年前好日化灰烬。生母子寂寞亡，故为养母宽心。
若是亲情不在，而何必到团生？媳妇们的对视，增加想念旧人。月夜问，三夜问，不来美女来挖冰。娘啊娘，你什么胸膛在思量？16年前，一股清新的越剧风席卷全国。第1届越女争锋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华丽登台。我是越剧演员裘丹丽，我是来自福建芳华越剧院的陈丽宇，越剧演员杨婷娜、吴群、盛舒阳、王柔桑。第1届的越女争锋来说是越剧的一个盛会，可以讲是饕餮盛宴。提到越女争锋，直到现在我还是心潮澎湃。当时还是一个青春时代，大家看到了，哎，越剧的舞台上有这么一波青春靓丽的一波越剧的小姑娘，她们在这个舞台上肆意挥洒青春，用高超的专业水平和舞台表演吸引了无数观众。越女争锋是把我们推到了一个大大的平台，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。我们现在到各地去演出的时候，大多数的观众对你的印象还是留在越女争锋的时候。如今，他们已成长为舞台上的中流砥柱。让我们回到那年盛夏，感受越剧正青春。
你，我对不起你。哦，你这道心儿剪个几针，血液过来救我。这一片真情，怎不叫为妻过尽体力？三娘，来啦，我们再带上我们的孩子要紧，离开这磨坊，离开这细琐之地。三娘，儿郎，你好像与我要杀。什么项目？13年前我已亡自残。你是戏言？不，我已娶元帅之女，有子为妻。你生产磨坊苦作证，留下了多少血泪痕？16年前经什么苦作证，磨灭了多少尘与魂？16年风雪惊天苦作证，才过了多少冬与春？16年苦水与汤苦作证，尝过了
子也晓得我儿娘。大家好，我是上海越剧院的范派小生王柔桑。因为06年的时候呢，我刚刚生完我的儿子，那么其实对于一个刚刚生完的一个产妇来说非常困难。我当时呢，原来就是抱着一个心态，就是比一场，我就被淘汰了。因为确实你的体能啊，包括有大概近1年没有在舞台上了，那肯定对舞台很生疏。但是呢，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示自己的平台，同时也是和老观众、新观众见见面。那么同时也可以认识很多新朋友，抱着这样试试看的心态去报名了。然后我记得第一次比赛的那个第1场演出就是回18，因为要练功嘛，你要穿靴子，要跑圆场。我印象特别深刻，就是因为本来基本功还可以，那么跑圆场的时候呢，就是还是很平稳、很溜，但是你特别清楚的，只有自己知道，就那种小快步走不出来。比如说1、2、3、4这种平均的匀速的没有问题，但是1、2、3、4、5那就走不出来了。那其实因为肌肉完全是松弛的这个状态嘛。然后呢，第1场比赛的时候，走台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，到晚上演出的时候，我在台上就出了一个破音，没有气啊！真的，你在演出的时候和你自己练的时候和走台的时候完全是2回事儿。然后啪一个破音，但是哗，观众就轰一下子。但是后来还是很快的调整好之后再继续下去。那个印象太深刻了。这个是我在舞台上，尤其是像《越女争锋》这样的场合，也是比较重要的这么场合，那一个破音就是一辈子都印象深刻。